主后2022年8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提醒甲鼓励。圣经咱来读希伯来书第10章19、19、39节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靠耶稣流血死，会当有确信甲勇气进入至圣所。伊通过仗义，就是家己的身躯，甲咱开一条新搁活的路。咱已经有一位大祭司在治理上帝的家，咱着用真诚的心、坚决的信、清气无亏欠的良心，甲清水洗过的身躯来亲近上帝。咱着坚决持守所宣认的愿望，因为应允咱的上帝可靠。咱着互相关心，通激励、相听，甲做好事。有一寡人停止聚会，毋通学因的习惯，颠倒着互相劝勉。既然恁知主的日得要到，搁较着安尼。咱入捌真理以后，还故意犯罪，就无搁有通赎罪的诫命。只有用惊吓的心听候审判，甲得要消灭敌对上帝的人的烈火。违反摩西的律法的，根据2个也是3个人作证，就通家己处死，拢无宽赦。安尼吞达上帝的囝，藐视互因圣化归主的约的会，搁侮慢施恩的圣神的人，恁想因应该受的刑罚会加偌年仔重啊？咱知讲，伸冤在我，我要报应。搁讲，主要审判伊的子民，迄位是甚物人？含着永活上帝的手，实在真通惊。恁着会记得过去的日子，恁受上帝光照以后，有忍受大程度的苦难。有时恁公然受侮辱、虐待；有时恁甲别人同受虐待，恁甲受患同受苦。恁的财物受抢夺，嘛甘愿忍受，因为知恁家己有搁较好、搁永远存在的产业。所以毋通失了勇气，这个勇气会互恁大的报赏。恁着有耐心，才会当实行上帝的旨意，领受伊所应允的福分。因为过一时仔久，迄位得要来的会到，袂延迟。毋过属我的义人会对神来活，若有人中途退后，我就无介意。咱毋是退后直到沉沦，是对神直到性命得到保全。以上提醒甲鼓励。这段经文中，希伯来书作者对神学理论的教导转入实际的劝勉。伊的提醒包含牧者的关怀，毋若是教示人信仰的财物，搁较是鼓励人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作者讲到，耶稣基督为人开一条新路，就是可以通到上帝面前的活路。通过仗义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，咱通来到上帝面前。耶稣基督一生拢咧彰显上帝的慈爱甲救赎，最后伫十字架顶，互上帝的疼彰显出来。耶稣基督是天父上帝的家的大祭司，毋若只是咱通往上帝的家的道路，佮亲自带领咱到上帝面前。这世间只有耶稣基督会除去人的罪，伊洁净人的方式，毋是照着外在的洗净，
是透过家己的宝血来洁净人的内在心思。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佮勉励长long时的信徒，爱彼此关怀，激发疼心，勉励行善，毋通袂记得敬拜上帝的责任。这提醒咱爱坚定不移，持守所宣认的愿望，对所相信的毋通动摇，佮着甲对人的关心看做是责任，因为基督徒持守自慧，毋但为着家己，也为着通激励别人。除了劝勉行善，希伯来书作者也对罪恶提出大大的警告。当当时，教会处在受迫害的时代，伫这种信仰艰困的环境中，教会无度承受信徒因为无好的生活行为，致使失去见证，危害教会的生存。作者指出，伫旧约中违反摩西法律的，只要有2、3个人证明伊的过犯，结局是遐尼啊悲惨。当入捌真理，要故意犯罪，的确受到更较严厉的处罚。犯什么罪会受严厉惩罚的，就是表示上帝的囝轻看上帝立约的血，侮辱恩典的神。作者以严肃的警告来结束这段话，不过伊持续鼓励信徒必须抱持希望。若想要踏上这座会通得到天国法官的旅程，就必须要全力以赴，奔走无煞，坚韧不拔，直到最后。对希伯来书作者来讲，人生就是一条通往甲基督同在的道路，只有忍耐到落尾的人，才通得到救。这也是对今仔日基督徒的呼召，爱遵趁上帝的旨意，持守坚忍的美德到落尾，切记末后的日的确会来临。人生若是一条通往耶稣基督的道路，就无应该轻言放弃，半途而废。咱努力表现上好的，安尼人生也的确会真无相款。就亲像保罗所讲，毋但安尼，伫患难中，咱犹原欢欢喜喜，因为咱知患难生出忍耐，忍耐生出老练，老练生出愿望，愿望未至到见效。因为上帝通过赐予咱的圣神，将伊的疼灌入咱的心。罗马书第5章30到50。默想，持守信仰这条路实在无简单。啥人通常常提醒甲鼓励咱？持守信仰这条路实在无简单。啥人通常常提醒甲鼓励咱？做伙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行信仰这条路的时，透过圣神的感动，甲圣经的话语，诚做对我的提醒甲鼓励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